給死一個人通都未死，什麼給人搞？講得太寒門了。是的呀，以後。這是他要送你的生日禮物。生日禮物？現在他的錢都嘛歸我管，我決定就好。好，阿弟。大家好，唔嘛強勇，老的愈咕咕兮兮，咕兮兮。您所撥的電話無人回應。不然你把我燒掉好了。你夠馬小啦！無拄好，突然叫下來，沒突然扛了呢，突然一整年叫阿通。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歡迎來收看《福喜來來》，家大家看到嘅預告片是客家電視台12月27下午9點，來大家來見面嘅天喜天讓。今日當番伊做啲繞牆道倆出片細胞嘅土壤來到節目地圖，歡迎土壤齊麗文。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齊麗文，我係小寶福嘅土壤齊麗文。耶！歡迎麗文哈，因為第一客家電視迄個看到麗文，唔係第一演女主角，哈，就是演很重要的角色。不過今日來到亞片，哇，好好受訪的其實是以導演的身份。係啊，上一部有啦，《光的孩子》嘿，《光的孩子》。不過亞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再度的走那種繞牆的齊麗文投入到兩片，咋狗一百來做導演。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好好的小改。兩出片，先講一下，這部片其實已經拍完很久了，然後也後製結束了，現在要準備on檔了，應該已經比較脫離了哈，終於問世了，對，對，現在可是我們現在要重新再回到小包袱當時的心情裡面，走點哈，走點哈，可以。好，那請導演好好跟我們介紹一下小包袱倆出天喜天讓，它其實是改編自鍾文英的一個小說，對。對，就是鍾文英老師，他有一系列的作品，全部都是在講他如何從一個浪遊的文學家遊歷世界各地回來照顧他的母親的一個系列啊，所以已經成為台灣那個文學上很重要的一個光譜。嗯，然後我們這次是截取了他其中一個小說裡面的一個短篇《小包袱》來做改編，然後那篇短篇非常的短，但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意象，就是最後那個。就負責照顧母親的這個女兒，看到了有一個很老的老婦人，但是她的行李很輕簡，住在那個長照中心裡。哦，最後是收尾在這個小包袱上面。嗯，然後我們就希望透過這個改編來照見那個小包袱的意念。嗯，好，講到這片是大家是會想講，你係用應該一出天喜天讓，其實都改下個預告片，你是溜溜出來感受到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陸杰演的，可以就是係媽媽嘅角色，可以就成為媽媽嘅角色哈。還有另外一個在預告片裡面有看到就係另外一個女性的角色，沈文穎嘅角色就會吳亦蓉飾演的，而我們大家就會猜想，這兩個人。應該就是母女，哦，他們之間應該因軌就有親斗，好像不知道會是用一個故事，可是也沒有那麼懸疑啦，也沒暗難啦，對，我知道也可以在大家看不清有共感、清有共鳴的故事，而且又要叫小包袱，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大家略略講一下，到底這個媽媽是一個怎樣的角色啊？亦蓉飾演的女兒又會用一個角色，其實這就是一段母女就是的故事，他們是沒有爸爸，所以他們常年都是綁在一起的。所以呢，有一天，然後這個女兒啊，她是一個算是中產階級吧，可是她所有的錢都是歸她媽媽管。她大概就是一個45歲的女性。然後呢，因為他們單親嘛，所以單親家庭就有非常多的。互相依賴，然後可是有一天，當這個媽媽意識到女兒可能有機會不要她的時候，當媽媽感受到這樣的意念的時候，媽媽就成為這個分手人的人，因為有些人是會成為一個被分手的人，應該是分手別人的人，媽媽就毅然決然的住進安養中心，然後當做這個女兒的生日禮物，因為這個母女一直有一個創痛，就是
女兒覺得自己是一個不應該被生下來的人，她是媽媽的包袱。然後媽媽的確在她這女兒生日的時候做了某些很決絕的決定，然後這個決定落下了一些傷痕在這個母女之間，所以生日算是這對母女的禁忌。然後媽媽又提出了這個常年相處的母女，媽媽又提出了她要自主的住進安養中心的決定，所以就投下了一個震撼彈，讓這兩個人的關係產生一些質變。然後因為媽媽住進安養中心，女兒被迫要進去一個安養中心，遇見一群老人們，所以這個女兒就開始在這個經歷裡得到一些變化或者是想法，然後過程中也慢慢放下了一些事。對，說到這邊，我們就是more 讓用心跟朋友講起所有的故事，能夠談到兩篇的時間，好像鈎子有沒有想？哎呦，那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當然是看過，導演也看過《暗湧》給整部戲導演拍完之後，我是整個看完。我就先講個人淺見哈，我的感覺是這樣。我覺得這中間講到的是，其實講到女性。性別的問題，還有聽就是性別會變老的問題。我覺得不是男生變老，男生也會變老。我覺得也不是只有男生怕不怕老，我覺得女生也會變老。那女生變老，永遠也能面對老這件事情。我覺得在這部戲講的不是我們老了怎麼辦，我們要長照，你要怎麼照顧我要有什麼樣的器具，我要有應用一個錢。我覺得他不是，我覺得他講的是我面臨我老，我會不會成為負擔？但是我會不會成為你的包袱？我自己的解讀是這樣。可是到底包袱的定義是什麼？有時候很多人生了小孩，或是有了家裡跟家裡長輩住在一起，會講，其實這是一個甜蜜的負荷。它到底是甜蜜，也還黑甜蜜？我覺得這有很大的空間，就看你如何去看待你自己人生這樣的一個。我覺得課題太沉重了，就是你怎樣的一個存在，跟你跟人的一種關係。我看完這部戲，哪個講過會暗用你？說到這好像有一些沉重哈，不過輕有意思給提捧嘿。徐導給用某種嘅方式，一般來講，講暗用太太會知道輕沉重，可是俺沒有，我覺得沉不沉重各自解讀。不過俺知道導演這是用了一個比較開幽默的手法。對，是的，對不對？你看，一般來說，我努力做喜劇的嘗試。然後，因為我覺得，小包袱它其實不算是長照題材，因為照護或照顧只是其中一部分。因為這個戲裡的媽媽，她就自主性的住進安養中心啊，然後她也好手好腳的，所以我覺得照護這個議題反而不是這部片的重點，重點是這個母女一起面對年老的這件事。因為不是只有媽媽在變老，女兒也在變老所以這個共老的過程，例如說媽媽可能想要從這個角色看到一些角色在年老的時候的能動性，讓現在的我，就是45歲的我，不會，我也覺得我老了以後還會是我啊，我不會是別人想象中的一個什麼以65歲做節點以後的分類我還是我，所以我覺得那個對於年老的可能性跟想象力是在這個超高齡社會需要具備的。然後這個女兒也是，她除了面對自己的一些不適的狀態，就是她不斷的適應自己，逐漸漸進，你說慢慢更年的暗湧的狀態，因為那個是年老是漸進的過程，它不是一條線之後說這是老人，這是年輕人。所以我覺得同時處理了兩件事，一個就是身為老人家他的能動性是什麼，這是我想要呈現的。透過那群眾生相，透過陸姐飾演的阿雪這個角色，還有包含女主角就是易容，她如何面對自己的初老，還有她從母親的年老身上，或者是這群老人身上怎麼照見自己。對，我覺得這很重要。我覺得導演剛剛講的話有一句真的很打動我的心，就會講，其實變老這件事情，其實你26歲。你是7，你是100，其實你不要以為這個是，其實它其實就是一個，我覺得它是一個溝場，每一天經過都這樣。以前CC 個時間、脫數個時間，經常會講說，以後哈，這個你34過後哈，34過後你就抵。我那時候國中嘛，因為在上課，我想說，我深刻的理解那個是什麼感覺。拍誰，我就很深刻的理解那是什麼樣的感覺。所以我覺得老不是說好65好，我老人的好被劃線了我樂齡族呀，我覺得不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35、36、37、38就開始，其實都在暗湧給溝場底度。
對，那就是易容角色在裡面呈現的一個狀態。沒錯。那剛剛提到說，女主角可以算2個嘛，對不對？易容跟陸姐，對，雙女主，所以這算是怎麼樣？你是第一次跟陸姐合作嗎？還可以擺嗎？我跟陸姐第一次合作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片，她就是我的女主角，所以這次是第2次合作。然後當然我們都變得很不一樣。然後陸姐她因為她也成長到某個年歲了，所以她在私底下跟我就想說，為什麼她每次都是 one take 就 OK？ 因為幾乎我們在試戲的時候都會偷錄，因為我們要求速度。然後我是演員，我也覺得第一次試的時候，也許會有一些很自然的反應，所以我們都會偷錄。那 always 陸姐都是 OK 的。然後有一次我就問她說：“為什麼你這麼在狀況內啊？為什麼你做什麼都是對的？”因為她就說，她現在就是在那樣，然後她也有女兒，她也有她的掙扎，然後角色年齡也跟她相近，所以好像怎麼做對她來說都是对的。我看起來都會是對的，然後她感覺也是舒服的，所以她是我們的 one take 女王。所以呢，基本上因為陸姐比較忙，沒有來到這邊，黑某基本上基本上是 one take 女王，還有嘛個情鬥情精彩的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來講。客家電視到12年27暗晡頭9點，有一出新嘅電視天然按到四爆火，然後大家來見面，大家會記得收看哦。今日要講到嘅是係了解電視天然嘅導演齊立文導演來到呢一片，然後大家來分享。我們上一段節目講到，到底小包袱講的是什麼樣的故事？其實，我會提到講，係講你進來看了出電視天然，你都可以，你讀走的讀地讀在裡面找到你想要共鳴的地方，或是你想要有共感的地方，因為看戲就是這樣嘛。每個人年紀不一樣，然後性別不一樣，你看嘅東西就會不相同。那你只要能夠在裡面得到，你可以共感，或是你可以共鳴，而某個地方被滿足，或是你自己滿足自己，我都覺得這是也是一件輕鬆有個事情。我說同大家來分享，就是我在小包袱裡面會覺得，幹嘛一直在演我的年紀的事情啊？對，所以上一節目講到陸姐，對不對？那我們易容呢？易容也是算是你第一次合作吧？提一百合作。對，易容是我第一次合作。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本能的演員。然後可能是因為他也是這個年齡段的演員。然後我在這部片的重點，其實就是因為畢竟我是創作者出發嘛，然後跟編劇也是差不多年齡層的人，我們其實就是想要找一些可能這個年齡段的女生會有的共感。例如說，這個年齡段的都會女子，她可能做很多決定不會太決絕，她在工作上可以很明快，可是她在私人情感塊可能就會擱置，或者是對於某些事物的認知，怎麼說呢？有點難講。例如說，我們開心的時候，好像會覺得有一個很 blue 的東西在底層。我跟你講，我會。或者是我們在難過的時候，又覺得這樣自己好像太難過了 ，depress， 好像不夠積極進取。或者是你應該要很高興的時候，我不敢太高興。對，我會耶。對，因為可能圍繞在身邊的事情，或者是你的感知太多所以就是開心不敢太開心，然後難過也不敢太難過，因為覺得自己好像很廢這樣。對，就是處理在一個團塊狀的樣子。所以這個女主角她開始看起來像是一個霧的東西，可是這時候陸姐飾演的這個媽媽就開始電她了，就像是雲霧裡的閃電。然後他就做出一些很衝動的舉動啊，然後讓這個女生要有所反應。然後這個養老院的眾生相也是對女主角有這樣的效果，包含她在養老中心遇到的一個男性，好像這個男生跟她好像是很不同世界的人，但是我們這個年歲女生就是不急着進入一段關係，因為我們不想要再受傷，或者是太懶惰或者是什麼的。所以他有一句台詞，在現場的時候，我是易容說出來，我是蠻觸動的。他是說，有時候你就是不得不把你很喜歡的東西丟掉。
我覺得這指涉的不只是感情，因為你必須我們要保護好自己，照顧好自己，維持某種現狀，讓自己感到安全，所以即使我不這麼做，我就不會受傷，所以我不要那麼做。其實我心裡很想要那個東西，但是我覺得那個風險太大，所以我就先這樣，然後也指涉包含死亡，我們要告別一個人的時候，那是我們無力去決定，所以有時候不管你再怎麼喜歡的東西，都得要丟進火裡。好，我順年頭然講的哦，你再什麼樣喜歡的東西，你都要丟進火裡。我們聊出天喜天然就有一幕這樣的一個的場景，哇，那個場景真的。我覺得有點魔幻，是对哈，簡單到大家講，我覺得這不算劇透啦哈，因為它其實是在一個海邊，對吧？哈，然後它有升起一個營火，在海邊生營火，對愛對來講就是年少輕狂去露營才會做的事情，是有迎新社團的迎新。這個情境很特殊，就是一群老人們圍着一團營火，然後那個概念有點像是他們去郊遊，但是那個活動是一個斷捨離的活動，你可以帶着你想要割捨的東西。拋進火裡，對，然後也呼應這個小包袱的概念，因為鍾文艷小說裡那個小包袱，為什麼一個人到了生命的尾聲，他可以只有擁有這麼少的東西？人真的可以這樣就可以活着了嗎？所以斷捨離的概念也是這部片要講的，所以那個引火的意象對我來說是這部片很重要的部分。我在現場的時候，包含所有的工作人員，我應該是這輩子第一次看到。有這麼龐大的火，然後那個熱度啊，然後空氣，因為拍攝的時候剛好是夏天，對，然後整個那個營火會產生氤氲的感覺，就是景象會變浮動，反正整個氛圍就，我覺得對於在場的所有人，不只是演員，都是一場洗滌。即使我們沒有具體的丟進火裡什麼，可是我們都把什麼東西丟進去。對，我想頭然係描述你愛出去講的，然後係地圖嘅錄音架，就是在裡面。比如說你活到70歲了、80歲了，每個人的生命經歷不一樣，所以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你可能要丟掉的是你的捆綁，也可以；你可能要丟掉的是你的牽掛，或是你想要放下一些東西，或者是那是一個象徵。我覺得每個人都不一樣。我可以感覺係工作，我在現場的話。我好像快要離題了哈！我想如果我在黑公愛度演中，我可能會說導演等我一下，我家好像也有一個什麼東西。其實我都有暗暗告訴演員說，如果你有什麼想丟的，你就拿來丟吧。但是你也可以選擇不要丟。我覺得不要丟是一種很正確，也不是正確，就是它就是其中一種態度。懂。有些人就是什麼都不想丟啊，為什麼你一定要逼迫人家斷捨離？對。然後戲裡面有一場女兒在告別媽媽之後，她必須要整理東西的一場戲，就是說白話就是收遺物。那所有人態度都不一樣，有些人可能曠日費時10幾年之後，他才有辦法面對他親人離世留下來的東西。可是那場戲，但是有些人那場戲我哭得很傷心，真的，真的，不管是節奏快的，或者是擱置很久的，都很難。那一場戲真的幹嘛？對，不要在那邊演空吼啊！我想要演女主角。好了，那一場戲，因為那場戲，我也覺得那場戲我真的有被女主角給觸動，然後她翻開那個抽屜，然後打開那個箱子，然後翻到媽媽留下來的東西，因為那都是媽媽一點一滴。我覺得這是我的詮釋，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以誰講，大概你對於你自己的故事，你讓媽媽給貫連。我覺得我被觸動，是因為我在裡面找到我的共感，因為我會想到我跟我母親的這個關係，這樣，所以我覺得對一樣。因為鍾文艷她就是一個流浪四處的人嘛，所以我們在這個片子裡面放進了護照的元素。就這女兒去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對，可是媽媽的護照是空的。你剛不是叫我不要？你剛不是叫我不要進入那個情境？你真的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爸媽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也許他們沒有抱怨，他們沒有覺得那樣不好，但是作為為人子女的人，就會莫名其妙感到罪惡。對，對，就是為什麼要？好像對，所以，就是我覺得這是親人跟小孩之間，就是爸媽跟小孩之間的。某些很奇怪的東西，就是，其實你的爸媽也沒有要你有罪惡感，對，可是小孩就是會有罪惡感，對，然後或者是，
你的爸媽其實不那麼完全不理解你，可是你就是覺得他們不懂。所以我覺得像佩華跟阿雪這對母女，這對母女，他們的節點就是在於，他們平常看起來好像相安無事，可是他們剛才提到有一個很大的傷口嘛，可是當他們要揭開這件事的時候，他們永遠吵的好像都是小時候的佩華跟那時候的媽媽在吵架，因為你就會覺得你的父母都一樣，即使他們有在進化，你還是覺得他們都一樣。然後即使你已經是個大人了，你的內在的小孩沒有被安頓好，你現在那個小孩就是會一直跑出來啊，就會跟你的父母有拉扯，這樣，對。哦，我覺得頭然講的療團法哈，如果真的要延伸的話，可以再給我們3小時。好，沒有，我的意思是，真的是沒有錯，因為頭然講療團法的時候，其實我是一直在想我自己的故事，俺那個分享俺的故事。我的意思是，我觉得這就是戲劇的重要性。我的意思是我們選擇的，你選擇按用改題目，按用改議題講，按用什麼音講，媽媽讓某一字跟改關係。我的意思是，你看像台灣。2300萬人口裡面，可能有很多對母女，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關係，包括導演有導演跟導演母親的故事，或是愛弄愛母親的故事，所以我才會說，戲劇很重要的意思是，透過戲劇，其實你可以在裡面找到，我不管你看到的是療癒也好，或是找到答案，然後黑狗你重新去思想，你可以怎麼樣？因為像我，你硬要講的話，其實我覺得我很愛我的母親，可是你如果硬要讓的母愛，我也會有覺得小時候是不是？我覺得。我好像需要被彌平的那個洞，對。但是我長大之後，我也會覺得那個洞也不是他故意要造成的那個洞，就是他就是會自然的發生，而且他也沒有錯。哎，講硬來講，那他給你的愛不夠嘛？其實他搞不好給你的愛已經很滿。所以我看這是一個很難的題目，哪個感覺會安用音？所以大家所以是說在看到對不對該東西。沒錯，所以包袱其實也是這樣的概念。你可以想象它是一個多出來的東西，背在你身上的東西，但是它也可以是。跟着你長出來的東西啊，或者是你人生其實走到，因為老人院嘛，你講老人家，你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其實你也只剩那個東西。對，形塑你的一部分，它不一定要斷捨離，它也可以一直背在身上哦。對，所以聊書起地圖沒有一個客串大來賓，是不是？是。對，是那個你知道最後出現在最後拿的一個小包袱入住養老院的大來賓，淑芳阿姨，對，我們的台灣母親，真的非常榮幸有她，是不是？對，她其實戲真的很少，但她就是我們的彩蛋。對，所以她光是走路就很有戲，是不是？然後講出我們戲裡面最重要的一段話：一個人一個包袱。就這樣。好，很有重量。嘿，下面堂突然分享到了，上回家家到電視大哥來看，還忙，新一年27暗晡到9點，還有嘛個精彩嘅內容聊下，你等下張來講。新一年27暗晡到9點，電視天上誰爆火？聽個超愛看哦，因為到半夜就在繞牆頭頭然，其實本來都亞片同大家的分享。其實公司採訪小包袱的題目，可能我們去講個 podcast 講3點鐘，也係4點鐘才夠。不過今天係簡單讓大家分享又一出安永蓋故事，希望大家做得以看電視天上讀地讀輕讀。你想要去理解的，或是你也不想要理解，我覺得一樣。有些事情你人生一輩子都不要理解，那我覺得也不要強迫自己，那就不要去理解，感受就好。好，真謝安永英，所以看了水戲做得輕動，永英該控見，你做得永英老了水戲的對法，就希望大家來看戲，就會安永英。其實有輕度嘅問題上嘅同拖延來大嘴鼓哈，因為我真的是貼好了頭然大嘴鼓嘞。可是呢，我要先來進行我的一個小單元，叫做。快問快答，就是不可以想很久。但是，因為你長得又很漂亮又有才華，我可以給你5秒。你沒有想到我會講這個嗎？緩慢問，緩慢答，是不是？好 ，OK。這個題一題，請如果要選出一樣在拍片現場最不能沒有的東西，你覺得那是什麼？很難吧？路姐。沒有靠就完蛋了。這個好好笑，
還知道我怎麼說出很好笑，對不起。对啊，就沒有一定的答案、啊，真的是，沒有他我就完蛋，我就拍不完了。哦，哎，不過說真的哦，這個是針對小包袱。來看聊最也是，我真的覺得陸姐好細膩，而且我看到她在裡面表現出，我看到她，我真的有看到身為一個長者或所謂的銀髮族的那種。你知道內心的那種掙扎，但我又可以看到他活脫脫的、很靈動的那個面相。導演，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真的，他就是很有那個年紀的能動性。对，他不是病懨懨的，或者是只需索別人的，他也會自己想辦法。要不然一般我們刻板，他也會拒絕別人的幫助。對，要不然一般我們就覺得刻板的龍應該好像在戲裡面的長相就應該要那樣，那他完全不一樣。沒錯。那如果你身為一個導演，跟小包袱無關，那你覺得你拍片的時候什麼東西不能沒有？你可以講便當啊，對不起，不能沒有，不能沒有攝影機啊。好，對，好，回到小包袱就是不能沒有錄機，說得好。OK， 好，聽一聽，哎呦，以拍片改時節拍片的時候，最怕聽到水講堂的工作人員講哪一句話？你最怕聽到工作人員講什麼話？你會超時了。好務實哦，非常。我為什麼在現場聽到我們攝影大哥笑出來的聲音？是不是？我跟你說，我真的，我就是，雖然我覺得創作很重要，但是我就是自己有一個潔癖，就是我很在意勞權，因為你要關心，因為你關心、體貼、貼心，幕前也體貼幕後。對，因為什麼要付超時費那些，我覺得對於。我是從業人員本身，對我來說那些不重要，重點是不超時，讓我除了拍片之外，還可以有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對超時這件事很介意。好，俺们有看過一在現場，是一個導演在拍的時候，就副導就之類的，對，然後我都會自己這樣哦，只是我沒有比出來。可是那個 take 不好怎麼辦？你剛才那個 take 不好，該在 take 走幕後，可是導演，我覺得會在整個綜合評估裡，例如說刪鏡頭啊，例如說想其他方式啊。例如說，你覺得剪接還有什麼可能性啊？就是我會回歸到我身上，對，不會執着於那個讓大家超時這件事。懂，了解。兩個人會在聽，我這個也可以再開另外一集來討論勞權跟。如果有工作人員說超時了，我就會覺得啊，天哪，我就很想哭。所以看起來這對你打擊是不？這對你是有影響的。我會，這是我對前面幾名的在意的事。好，對啊，下擺倆踢有出。前5名好嗎？還，OK， 你其實演過很多戲，或是也導過很多戲，走過東追戲也走過東都投入。你可以以小包袱作為舉例，也可以以別人。你覺得讓你很出乎意料的演員黑瑪莎？好難哦。對啊，我也覺得這題目有點難，沒關係，我們可以跳過。好像不能指名道姓，但是有些演員很要求即興跟真實。我就是最喜歡訪問導演，說出這種答案，搞出勇敢答案。那個真實會傷害是演員的人，就是他沒有辦法，就是那個真實不需要發生在真實的演員身上，你知道嗎？例如說肢體上的。那個其實沒有意義啊，因為拍片有超多技巧。有什麼鏡位什麼可以偷，但是你不能讓真實的人受傷啊，所以你會在意這一點。對，好 ，OK。例如說性啊，例如說對暴力的戲啊，超，那個真實真是很沒有意義，我覺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問這個題目一系列，就覺得好像我又嚴肅了起來，都是很嚴肅的議題，什麼工時要保護。演員本質，對啊，我覺得不能為角色犧牲一切，那是不健康。好，那聽你咧講的係撈拍片完全沒關係的東西哈。請問一下，你吃飯的時候，什麼東西哪一道菜通常會留到最後吃？你看這題目，這很有意思哎，我很喜歡這題目。飯，如果有飯的話，是因為碳水化合物嗎？對，而且我來不及吃它，因為拍片的時候沒什麼胃口。然後休息時間又很短，我就先吃什麼一定人需要補充營養的，例如說蛋啊、菜啊，但飯就會被擱置。對。這一題沒有問我，可是我也想回答，也可以嗎？可以。就是俺一起跑時間把個東西，俺不嘴木一些，我都先吃容易吃的。對啊，蛋就是吞了，然後你可以走路慢慢咬，對不對？我跟你講，完全沒改變。大家會把到，你是不是
對，或者是我當下就算某關係給我一定要先吃最好吃，因為因為我不確定我後面會不會太飽或是吃不下，因為比如我很喜歡吃豆腐，我第一個一定吃豆腐，比如講黑貓我就要吃最容易吃，然後不會什麼卡到這邊，對，肉這邊要裂開，會很晚吃，對，一咬這邊還會很油，因為那還要剔牙，我沒時間。對，還有骨頭，我根本就沒有時間擦嘴巴。對，所以蛋。對，你各位啊，我一定是如果低毒又蛋跟豆腐，我就是蛋跟豆腐先，那些很複雜的，即便很好吃，我都擺最後，因為我這邊還要沒辦法裂開，然後這邊很油，什麼鐵磨汗呢？你看這很有意思，人家還要補妝什麼的。對，你看這個問題問導演跟問演員，答案會不一樣。這個問不同職業會有不同的答案，很不很？你看，基本是第投籃，你可能是簡單的容易的，我都是簡單跟容易的，然後麻煩的留後面，然後可以含在嘴巴裡一直咬的。比如說堅果，是不是像松鼠可以存在這裡慢慢咬？可是你看，這引申出來的其實都是你在現場的壓力跟時間。對啊，我下次要問的是，跟家人聚餐的時候最後一道菜是什麼？那應該還好啦。家人聚餐不用吧？就應該摸膝蓋跟壓力啦吼。對啊，就沒有，就可以好好的吃，好好的喜歡，或者是不要去。OK， 你這樣是公出你的心聲之類的。你是可以獨自喜歡、獨自立行，很多事情可以獨自做，你超可以，超可以。我也是，怎麼辦？難怪我們會想要拍一個我們這種年紀的女性的題目改編。好。如果你下基本音樂去無人島生活一個禮拜，身上只能帶3樣東西，帶3樣東西，你會帶什麼？雖然這題目很老套，但還是很有趣。音樂書跟酒，這麼快就回答？對。你不會選沒有手機哦，沒有手機哦。這裡是要去無人島了。舉例嘛，所以沒有。你看，我就故意反問音樂，我真的超期待手機沒有訊號的因為我就不需要有回訊息的包袱。但今天台尬有躺頭一天，動床該動戲嗎？酒，就是如果遇到不可控的事的時候，至少可以把自己灌醉，讓自己睡一下。可是我沒有想到你會選音樂，因為我覺得音樂可以馬上改變情境。好棒哦！你不覺得有時候真的在，比如說塞車，音樂跟書跟酒，好浪漫哦。書可以一直重複看啊，音樂可以重複聽。都有畫面嘞。對啊，想象你在那個無人島，然後音樂打開，然後一杯酒，然後書打開來，然後手機摸你手在吵你，絕對不能帶手機。這個很棒。最後一題，如果基本音你的手機拿出來的時候只有64G， 顯示記憶體不足，64G 是我自己加的啦，64G 很少。我跟你說，我對於這些事情超沒概念，64G 很少哦。因為我前一支手機是64G， 你要什麼嘞？你會從哪個部分開始斷捨離？因為要刪東西啊。就照片吧，因為有很多自拍照，其實蠻沒意義的。幹嘛一直拍自己？所以刪除所有的自拍照。留小孩的或是對有意義的人，很感人呢。我發現聊這個其實還蠻愉快的，好可愛。為什麼？因為講到倆做在本台尬都好認識，唔係普遍啊，唔係人面上嘅氣理文，就是比較能夠認識另外一樣子的人。應有數酒，很快用嗎？酒可以逼掉。這裡要金玉。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基本繞牆投籃都聊片，有太多東西可以聊，我們其實聊不完，然後希望有機會可以再邀請投籃都聊片，我們聊聊別的事情。如果基本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一定很怕我考試，對不對？你記得播出日期嗎？4寶峰4寶峰27號，安不呀？9點，9點，稍晚一些。那沒錯，所以大家會記得收看你了解性感天時天然4寶峰，所以謝謝導演感謝，謝謝麗姐，謝謝。好，聽你下來，繞牆所有嘅鄉親朋友，強下來做認同了。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勤宅，還有天日客家天時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宅分享出去本大家哦。